有空白哦，搜寻容易出错，要用底线，要加星号。没有放在这个说明，要在说明区里面加，还要加井字哦。按储存，跑到哪里去啊？这里啊，注意看哦，按下去，按播哈。按这个哈，影片右下角，这个有个 V 小小的 V 这个符号按下去，看到说明。说明区有这个井字号，然后经典读经、长经典影片、经典读经、长经典影片，影片按下去，哎，没有，要怎么弄才会有？点读经、长经典影片，按上面的就好。哎，怎么会没有？这到底是怎么弄啊？要按这样啊？就没有改过来的。按频道、社群，把它贴上，分享贴文，发布，按网址，按三个点，编辑，
按花布，按王字，这个就这样了。奇怪，这都已经更正好了，为什么都还会出错呢？编辑，哎，奇怪呀、你看，这真奇怪。会连接，这样才对，这样做才对。